点不爱戴了。开场的音乐都是这个11度，现在11度。老六来了，呵呵，老六在第2个。他和那个曲珍去参加，去上海那边领奖嘛，就是红十字会是最美的护士。他以前不是救人吗？去年嘛，这个几位不是抢救他们2个，还有拉错，还有玲玲老师，这4个，还有就他们几个吧。但是他们网上也报纸报了他们那个8堂巫婆、8堂曲珍，因为玲玲她是马上退休了嘛，拉错的话就没必要了嘛。他说，他别人穿了白衣服嘛，就穿黑衣服了呢，他就戴了个帽子，草帽，很大的帽子。哎，这个没拍。低空视频，哎，低空视频怎么只能？这边有点黑啊，4K 的话，这个就没有怎么说呢，滤镜了，我看有没有加亮了一点点。我用我相机拍的8K， 还是它支持8K， 还是用一下嘛。现在应该比较热闹一点，预判的话比较精彩的时候再用8K。我想他们穿正装的时候用8K 拍一下可以，以后星期3再开嘛。主要8K 的话，制作8K 太费时间了。这个视频做下来起码10多个小时吧。哎，我家帽啊，戴帽子啊，有点圣诞节的那个氛围哦。有冷吗？就是我们这边今年17度，天气比较热，但是只有怎么说呢？这个北京、首尔、韩国那边暴雪嘛，每天那个雪，然后天气不好。那边下暴雪，我们这边是太阳很大。我不知道我这个软件问题。这个软件本来真的有问题，没抖吗？哦，对，抖儿，我看错了，进入家梦。我看屏幕里面，取景器里面没看那个。哎呦，还要看现实。感觉我这个相机拍8K
8K 一点，好久没使用开 8K 了，所以没多玩了吧。他今天好像直播了的。这个上面是球技，这个人卡哇，今天还是第一次啊，消失了好久了。这个是从那个老家来的，哎，叫三郎，这是妮妮嘛？妮妮抢位置，他是得抢个位置。这两个新的，你看嘛，人卡，蓝队也多了2个，消失了应该才回来。开8K 有点费电，然后我手机费电，手机只有60%电啊，它掉的好凶啊，插上。洗了。今天星期六的嘛，没什么日子啊，也是星期六嘛，周末嘛，周末噻，没什么日子啊。这个都比较老。哎，
卡就好啊。没办法，只有音乐就把那个声音有杂音把它掩盖一下，没办法。我不知道这个软件有问题。那以前老的软件还要好一些，随时在更新，随时有问题，新的问题不断。看我抹。
是吗？哎呦喽！这个有点长，我不跳了吗？还是要跳？就是连唱，第3段了。
好，香芋石兰好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了。一起走嘛，对。
就是卡子式的嘛。好久没来了，看了我家猫了，消失好久，至少我没上，这几天没看到它。看见这样睡着了。这是新的歌曲，只有灯子会跳那点，都会跳。噔噔噔噔。
算行吧，这比较少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我没觉得，现在11度，这两天太阳好。哎，这天17号的外面北方暴雪嘛，哦，你看红了好大的雪哦。哎，都几十公分儿。哇，找车都找不到。
好，这小路。现在永贞没来，扎西曲真没来。我这个8K 拍太费电了，现在只有8%的电了。才拍了54分钟，相信没有过热，没有，应该不会，也不会过热呀。这个温度只有11度左右，10度左右，根本不会过热的嘛。只是电池有点供电不足，我只带了充电宝，一直用充电宝来供电。还有10多分钟，9点钟。应该不会关机哦。我家莫好久没来了。我家莫和没懂这个小朋友。
牵手啊，牵手牵手。哎，过来了。快去快跳！抓谁？抓谁啊？抓老我！必须呀！哇！
酒，挺好吃。他们还没跳热呀，哎，衣服都没脱。五杯美酒嘛，要喝的5杯，那个美酒是茅台吗？这5杯美酒是清锅酒还是茅台？反正我不喝酒，也不抽烟。喝酒对身体不好，抽烟对身体也不好。多喝咖啡，多喝茶。五角末的5杯美酒，姓武的，是。这个鸡啊、牛啊、羊啊，什么都要叫。他们习惯应该就是喝清锅酒吧，5杯清锅酒，我们这边想的是5杯茅台、五粮液、胡子老窖、七朵金花嘛，都在四川的嘛。喝酒的最多，种的最多了，品牌最多的也是四川嘛。四川省的酒全国第一嘛，七朵金花。这个比较老了。这玉珠和雀珍，前面是丽丽。还没老回来了。老夫没挑这呀，穿那么厚的衣服。韩国。
好久没跳了，很久没跳。叫啥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这永吉选的歌单了嘛？今天。我都没想不起来啥子歌名了那个。经典回顾一次。好久没跳了那个。哦，对，嬉笑。哎，你的记性还好，好久没跳真的。嬉笑。他们都不冷啊，哦，都不热呀，今天啊。这3个把衣服脱了的。都比较老哎。你跟我说话，试试看。都要跳衣舞。
几位置？看见了啊，看见了。K 拍了76分钟，8K， 我靠，这个8K 要做好久，起码应该要制作的话应该至少8、9个小时吧。看有没有制作成那个 HDR 那种 ，HDR 的话，杜比世界的那种效果更好，就是体积太大了。这正宗的马尔康。哎呀！你再试一下呀！我们两个。你前面带，其实很简单。